第12章君子以直報直。返到屋企，張麗已經煮緊飯，整咗吳北中意食嘅幾味餸，仲蒸埋大閘蟹。過咗一陣，吳薇都放學返嚟，佢一入門口就開心咁講：阿哥，你估今次數學模擬我考咗幾多分？吳北眨眨眼，140。高中數學咁難，130已經算高分，140更加係學霸級數啦。吳薇嘻嘻笑，140算咩啊？今次我考咗146分。吳北嚇一跳，146？咁犀利？吳薇點頭，連我自己都嚇親。最後嗰條題目，全間學校得我一個做到。吳北豎起大拇指，我哋家小薇真係叻女。對於吳薇嘅成績，佢當然好開心，連聲讚好。天開始黑嘅時候，有人拍門，吳北去開門，見到幾個中年男人企喺門口。呢幾個人佢都認得，係滿大武嘅兄弟。佢哋嚟做咩？帶頭嘅係滿大武大佬，叫滿大倉。佢塊面黑黝黝，成身煙味，左右望咗望，笑住問吳北：你阿媽呢？吳北唔鹹唔淡，又唔俾佢哋入屋，話我阿媽忙緊，有咩事同我講啦。滿大倉嗨咗聲，話吳北，大武同松虎而家仲喺醫院瞓緊，點醫都醫唔好。我聽講你屋企棵槐樹顯靈，你可唔可以同槐樹先講下情，等佢放過大武同松虎？吳北心入面覺得好笑，佢扮晒思考咁，過咗一陣先話：滿大武兩仔爺又掘樹又拆牆，你話槐樹先點會唔嬲啊？滿大倉即刻話：係，你放心，以後唔會再有呢啲事發生。你屋企層樓嘅手續，我會叫大武搞掂，合規合法。吳北話：咁我試下啦，睇下槐樹先俾唔俾面我。有消息再通知你哋。好，辛苦你啦。呢幾個人客客氣氣，連聲道謝。滿家兄弟走咗之後，吳北閂門返去食飯。食完晚飯，佢繼續幫張麗治療，直到佢瞓着。之後再用真氣同微打通脈絡經絡。用真氣打通腦部經絡，呢啲嘢其他人就算識做都唔敢做，因為一個唔小心，後果就係癲咗或者傻咗。不過一旦打通咗腦部經絡，效果就會好明顯，而且時間越耐，吳薇嘅腦力發展就會越強。等到吳薇都瞓着，已經夜晚10點幾。佢踩單車去縣醫院。縣醫院係明陽縣條件最好嘅醫院，有1000幾張病床，係3甲醫院，醫療設備都幾先進。冇幾耐，吳北就到咗病房，問護士滿大武同滿松虎住邊度。去到病房門口，佢推開門，見到裏面有2張病床，分別瞓住滿大武同滿松虎兩仔爺。呢2個人面色灰白，個身間唔中震下，個樣好辛苦。尤其係滿大武，輕輕掂下都周身刺痛，發出淒厲嘅慘叫。照顧佢哋嘅係滿大武老婆，一個50幾歲嘅女人，對眼紅晒，睇嚟挨咗唔少嘢。見到吳北入嚟，滿大武老婆即刻企起身：吳北，你點會過嚟？吳北，我過嚟睇下。滿大武老婆開始抹眼淚：你話呢2個死嘢，做咩要拆你屋企幅牆，掘你屋企棵樹？而家好啦，得罪咗槐樹先，有排受。吳北，今日下晝，滿大倉佢哋揾過我，叫我同槐樹先求情，我跟住做咗。滿大武老婆精神一振：吳北，槐樹先點講？吳北扮晒驚訝嘅表情：夜晚我瞓着咗陣，槐樹先報夢俾我。佢話滿大武做咗唔少壞事，本來要重重懲罰，但係睇在我幫佢求情份上，決定原諒佢。係咩？滿大武老婆好開心，槐樹先唔整治佢啦。吳北個樣好認真，不過槐樹先話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逃。等佢哋醒咗之後，要去大槐樹前面跪1日1夜，仲要每分鐘叩1個頭。滿大武老婆即刻話：好，只要人冇事，跪2日我哋都制。吳北點頭，跟住扮去床前睇病人，暗中拎返支金針出嚟。支金針一拎走，2個人即刻靜咗好多。見到呢幕，滿大武老婆仲以為槐樹顯靈，連忙合掌祈禱。口一筆唔知講緊咩。吳北好快就走咗。正常情況下，滿大武兩仔爺聽日就會好返。不過佢啲火仲未落，所以要佢哋喺槐樹前跪1日1夜。行出病房，吳北又去護士站問宋世金喺邊。宋世金屋企有錢，住嘅係 ICU 病房，喺裏面1日就要試1-2萬。吳北去到病房附近，佢對眼穿透道門，果然見到宋世金瞓喺裏面，有氣冇定。病房門口守咗一班人，一對中年男女對眼紅晒。
旁邊仲有個阿婆，佢個樣好嚴肅，對眼直盯盯望住道門。吳北出現引起咗呢班人注意，個中年男人望咗一眼，跟住企起身話：你係吳北？佢當然認得吳北，當初個仔宋世金揸車撞死嘅吳振東就係吳北老豆。吳北當初查件事真相，都係佢指使人打佢，最後搞到吳北過失傷人，坐咗2年監。吳北都認得呢個中年男人，佢係宋世金老豆宋鴻斌，宋家第2代話事人。宋家喺明陽縣好有勢力，宋家人造壽，連縣太爺都要上門恭賀。係我。吳北個樣好平靜。宋鴻斌行前幾步，佢後面幾個大隻保鏢跟埋過嚟。佢上下打量吳北，你居然出咗獄，我記得你應該判7年先啱。吳北淡淡話：我表現好，立咗功，所以一直減刑。你嚟做咩？宋鴻斌皺眉，自己個仔出事嘅消息，佢點會知？吳北笑住話：我聽講宋世金就快死，過嚟送佢最後一程。你宋鴻斌激到塊面漲紅，你亂講，世金佢不知幾好。係咩？瞓喺 ICU 嗰個唔係佢？吳北一臉笑意，呢個死仆街，撞死我老豆仲可以逍遙法外。不過報應循環，佢都有今日。我真係要多謝天公。死仔，你唔好喺度搞事。宋鴻斌激到個肝痛，一揮手叫保鏢出手。2個保鏢撲過嚟想制服吳北。吳北閃身後退，唔同佢哋硬碰，冷淡話：宋鴻斌，你更加唔係嘢，我咒你永遠發惡夢，生不如死。講完，佢轉身走人，激到宋鴻斌用力踢冧旁邊個垃圾桶，衝住班保鏢嗌：同我追，狠狠地打。不過當班保鏢衝出去，吳北已經唔見咗蹤影。其實佢冇走遠，而家企咗喺天台，對眼穿透地板，盯住宋鴻斌。唔係你養出宋世金呢種垃圾後代，我老豆就唔會死。宋鴻斌，準備好承受無盡嘅痛苦啦。佢盤膝坐低，開始施展一種古老嘅咒術，大掩邪咒，呢種就會令人噩夢纏身，分唔清現實同夢境，搞到生不如死。佢把口發出一連串古怪音節，呢啲音節正常人聽唔到，但穿透力好強，穿過地板，全部作用喺宋鴻斌身上。宋鴻斌仲喺度激氣，突然覺得成身一凍，下意識打咗個冷震。